穿越题材电视剧一直受到剧迷们的喜爱，过去与现在的时光碰撞，总能勾起观众的无限遐想与向往。国内外每年都有不少穿越剧上线，也就不足为怪了。那么2024年最新热播的穿越剧有哪些？2024年待播穿越电视剧哪部好看？下面细说，小编就为大家分享2024年最新穿越剧排行榜，既有正在热播的穿越剧，也有即将上线的穿越大剧，一起来了解下吧。看看你最期待哪一部？拉布雷亚第三季。拉布雷亚第三季是罗恩·安德伍德执导，娜塔莉·齐尔、欧文·马肯、西克奥·孔科沃等主演的科幻电视剧，于2024年1月9日在美国首播。该剧集悬疑、科幻、冒险和人文关怀于一体。第三季将穿越地点放在1万年前，那个时代北美洲许多著名的大型哺乳动物都将登场。永夜星河。永夜星河是由赵一龙执导，虞书欣、丁禹兮、祝绪丹、杨仕泽领衔主演，陈都灵、钟欣桐、徐海乔、保剑锋、张晨光、温峥嵘、海陆等主演的古装奇幻爱情剧。该剧改编自白羽斋雕工的小说《黑莲花攻略手册》，讲述了少女林妙妙意外穿越进入书中世界，和木生木瑶、柳福一开启妙趣横生的捉妖之旅的故事。三庆余年第二季。庆余年第二季由腾讯影业出品，孙浩执导，王倦、猫腻编剧，张若昀、李沁、陈道明、吴刚主演的架空历史穿越剧于2024年在腾讯视频首播。该剧改编自猫腻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一个现代的少年范闲，历经家族江湖庙堂的种种考验与锤炼，书写出一段人生传奇的故事。有座香粉宅。有座香粉宅是由张晋庆执导，林美诗、李歌阳、于一杰领衔主演，龙妮、涂彬彬、洪珊珊、邱宏凯主演，董妍磊特别出演的穿越古装爱情剧。该剧改编自尔雅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多情王妃骆世梅在元气少女骆寻梅的帮助下，创业开启香粉铺，并迎来爱情第二春的故事。倾城忆清欢。倾城忆清欢是由福策星执导，钟汉良、袁彬妍领衔主演，谷嘉成、张悦、董又霖、杜雨辰主演的古装穿越剧。该剧改编自拈花惹笑的小说《王的女人谁敢动》，讲述了权倾天下的北木战神九王爷和平行时空穿越而来的社畜实习医生艾清欢之间出生入死、相爱相杀的故事。时空旧爱之旅。泰剧《时空旧爱之旅》Time the Series 是一部科幻爱情剧，于2024年1月9日泰国首播，每周二晚上23点45分播出。该剧讲述当红演员 Foam 目睹挚爱 Chris 中弹身亡，心碎的他意外获得一只怀表，让他回到过去探究真相。Foam 能否把握机会导正错误，并将 Chris 从鬼门关拉回身边？只有时间可以证明一切。隔世相逢。泰剧《隔世相逢》是2024年由希拉贝普马尼提昆、苏帕蒙宫温维素特、皮安崇达姆荣桑托恩查等主演的奇幻古装剧。该剧讲述男主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穿越到了近400年前的阿瑜陀耶时代，所有人都叫他为克劳，他必须要假装克劳生活，并努力寻找回到现代的办法，解开真正的克劳身上的谜团。但越寻找就越遇到更多可疑的事情。请和我的老公结婚。韩剧《请和我的老公结婚》是由朴元国执导，深入谈编剧朴敏英、罗中赞、李一庚等主演的悬疑复仇剧，于2024年1月1日在韩国 TVN 电视台播出。该剧讲述了女主姜志愿亲眼目睹了丈夫朴敏焕和闺蜜郑秀敏出轨后，被两人杀害后，奇迹似的回到10年前。为了改变未来，她决定将自己的命运转移到闺蜜身上，展开一场复仇大计。古战场传奇第8季。古战场传奇第8季是由马修 ·B 罗伯茨编剧，凯特瑞娜·巴尔夫、萨姆·休汉、索菲亚·斯凯尔顿、理查德·兰金主演的穿越幻想题材电视剧，是该系列剧集的最终季。该剧根据美国作家 Diana Gabaldon 撰写的系列小说改编，讲述了第2次世界大战中的一名战地护士和丈夫去苏格兰旅行时，无意中从1945年返回到1743年的苏格兰高地，在那里她卷入一场斗争故事，是《风落江湖》。《风落江湖》是由修21执导，柯颖、邓超妍、曹星宇、李佳乐等主演的古装武侠剧。该剧融合了穿书、武侠动作、爱情和江湖等多种元素，讲述了爆红网络的武侠小说作家孟小棠意外穿越到了自己的小说中，成为了反派女魔头凤南溪。为了还原剧情，她需要找到原定的男主角叶无尘，而在寻找过程中，她却意外遇到了俊美如仙的采花大盗沈玉，然而她却不知道眼前的男子正是她寻找的男主角。